收看《花开正红时》，花开正红时。声声缘分，句句命运，恁两人相爱什么时阵？甘愿离解说在考验阮，不愿听恁承认爱真情。情也深，爱也分，一个时阵情路无步。我只有凝视的魂，无欠可怜，无欠同情，我免你打算。那正是缘分命运，天怎样安排阮？声声缘分，句句命运，恁两人相爱什么时阵？甘愿离解说在考验阮，不愿听恁承认爱真情。情也深，爱也分，一个时阵情路无步。我只有凝视的魂，无欠可怜，无欠同情，我免你打算。那正是缘分命运，天怎样安排阮？你讲啥？秋萍答应要嫁予你？是啦，文华啊，你骹手真美哦，这男是只拄好。我家嘛想袂到，我甲秋萍求婚，想袂到伊就答应啦。哟，莫怪阮翁伫咧讲你骹手真美丽，啊人俊男敢是甲你袂歹的朋友，伊即摆前骹才走尔，啊你后骹就去捉伊的妻啊，搁甲人求婚，真牛！陈林嘛，我毋是骹手美丽。只是甲秋萍开讲，真自然就讲出嘴啊！想袂到伊竟然答应，我真是想袂到啦。你毋免欢喜遐尼早，那你甲秋萍的环境哦是完全拢无共款咯，会使讲是门不当户不对，恁爸母袂答应你啊！搁再讲，你丽玲的婚都还袂摕咧，是要甲人娶啥？蔡明勇敢会帮你干休？文华，来坐啦。我嘛感觉这代志吼无遐简单嘞。以恁兜名望甲地位吼，恁爸甲恁母啊，哪有可能同你去娶一个无爸无母的婆子？我有爸，我请求恁会同意。陈老伯啊，陈老母啊，到时哦再请你做我介绍人好无？啊，讲甲遮尔好听，啊，都袂前袂咧，就要邀请介绍人，哎，真紧的弄破碗。那真正要结婚哦，就袂用个慢。看咱无影。咱若无咧赶紧啊，娶某的代志咱看看时。但你是叫袂记啊？秋萍若要了死无偌久啊，若要冲伊就要霸入来。对啦，就是安尼啦。嘿啦，啊咱就去甲人冲喜啦。啊我咧甲你讲话，你敢若拢看无我的意思呢？陈林嘛，陈老伯，你有要做我介绍人无啦？好啦。啊，他自细汉天华就甲咱斗阵大汉，伊敢若剩一个查某囝尔呢。秋萍若要嫁哦，咱就敢若亲像嫁查某囝安尼甲嫁出去。是讲吼，你一定都爱征求恁爸母的同意咯。啊，若无互阮秋萍去委屈着，我是唔肯哦。陈林嘛，你放心啦，我一定吼，我的阿爸甲阿母吼答应这桩婚事啊，袂互秋萍吼受到委屈啦。啊，无我这样就赶转去高雄，啊，秋萍就麻烦你照顾。是啦，谢谢啊。嘿，当诶，我知你要讲啥啦，我毋是挑剔的啊。你毋是挑剔的，你挑工的啦。拄则伊来拜托的话，我一直甲伊摕，啊，你就一直甲伊送，你是头前甲我做对的是无？
我是向阳无想到啦，结婚是好事啊。人咧讲哦，破坏人的姻缘哦，后世人是做牵猪哥的。我毋免等到后世人啊，我这世人都咧牵猪哥啊。哪有？有啊，牵到你这只。我毋是要爱破坏人的姻缘啦。其实吼，我是疼俊男入心无毋对，也毋过文华嘛是真好的对象啊。我只是无相信讲秋萍伊是遮尔无情的人，这其中必有缘故。啊，这感情的代志哦，喊嘛嘛，画风是风啦，见雨是雨啦，也袂准啦。我愈想愈无妥当，一定爱来甲秋萍讲一个口。小平，我就知影你来伫遮。我这定安尼想，你哪有可能是遮绝情的人？我是来捡一寡物件，这甲绝情无什么关系。哎哟，啊，咱家己的人啊，毋是别人啊，莫踮我面头前结甲全姿势啦。他是有啥物心事，你规甲讲的较有影啦，啊？哎呀，秋萍啊，秋萍啊，啊，你是专工来遮甲走小丽的了？我有话要甲你问啦，你敢真是有影答应要嫁互文华？是啊，我已经答应伊啊。这是终身大事呢，啊，你来决定啊，遮匆忙啦，啊，你毋免来甲阮参详一下。文化条件遐尔好，佮遐尔爱我，我想你嘛一定真赞成的。话毋是安尼讲啦，敢讲你无赞成？你毋是一直希望我会当得到幸福，嫁到一个参像文化遮尔听我爱我的翁婿？我当然是爱你去嫁好翁啊，也毋过安尼就好嘛，请你祝福我。我甲你想讲，当我甲文化结婚的时阵，我要请你做我的主婚人。你稍等下，你莫甲我讲遐紧。下我话还未讲完呢，啊，你一句一句一直接落去讲，你嘛有法先讲一下。春玲妈，我知影你要讲啥，我无想要听，请你莫讲好无？别句话你会使莫听啦，一句话我可能要甲你讲互你听啦。我是咧摇哦，你可能是要去甲迄蔡明阳报复。你是毋是讲你抢走因查某囝的未婚夫，啊要互因爸仔囝来艰苦，是毋是安尼？哦，我就知咯，你袂用你一生的幸福去赌啦。假使你若讲你嫁互文华，确实有影为幸福，我无甲你反对。也毋过你若是为着要激气，后摆你是会后悔哦。我还阁有啥物通后悔？就算讲要甲蔡明阳报复，安尼有啥物毋对？讲出来啊！哦，我就知影你有目的的哦。我袂晓你讲，你莫有袂信。我只是要找一个好的归宿，这本来就是每一个查某囡仔的心愿。那伫我的身上，你就要想较济啦。我是要追求我家己幸福，安尼敢毋对？好，我看你最近变足济呢。你咧想啥？我拢掠无掌头。嘿，我敢若毋捌你安尼。人本来就会变啊。过去我的生活只有我的阿爸甲姊舅，即摆因两个已经拢无伫咧。我想要为我家己好好活落去。这我是会了解啦。是讲吼，一生的幸福爱家己把握啦。你好好考虑一下，无论你最后是啥物款的决定，我拢支持你啦。啊，你即摆都也无爸无母啊，你的婚事哦，阮会当做家己的查某囝同款，好好甲你办理。多谢。我反对啦！阿爸，你若反对，我就离家出走。你敢？高良啊，是安那恁爸仔囝讲话，逐摆都要安尼大细声，有话敢袂当好好讲？我不准你传迄什么王秋平啦！
你也免小想要离开这间厝啦。无啊，你即摆是顾咧西省地较要紧，还是顾恁当家后事较重要？文华，免烦恼，妈妈支持你。表呀，真歹势，啊你搬啊高雄遮尔啊久，到即我才来甲你看。秀官呢，你骗我来过身啦。迄个所在我无法度搁再住落去，所以毋才赶转来遮。现在转来这个所在，处处拢有伊形影伫，我心肝足艰苦。那代志都已经过去啊，你也毋通搁再伤心啊啦。国良啊，你难得来找我一撮啊，咱莫讲遮，来，我啉两杯，安怎？我想你是有代志专工来找我，是毋是？是啦，也若有啥物代志对恁讲吗？是安尼啦，阮是要来甲你参详文华的婚事。原来是为这代志哦。也毋过秀官打算过身无偌久啊尔。虽然讲丽玲无需要替来守节啦，也毋过因两个感情非常好咧。这个时阵要提起婚姻的代志，丽玲恐惊无法度接受呢。你误会阮的意思啊啦，阮只是要来甲你讲文华的婚事，这甲丽玲无关系啦。恁是要来退婚的？明佑啊，请你成全啦。国良，你的意思是安怎？这毋叫安怎讲？讲你也同意文华甲丽玲来退婚？明佑，国良，我等你一句话啊！表呀，我是不得已的，啊你生出来两个少年的，我无可能答应。丽玲即摆变到安尼啊，恁才来要退婚，恁安尼做，未要伤过现实。毋是阮现实啦，啊事实就是安尼啊。你嘛知影，文华是阮当家的姑囝，为着阮当家的后事，得罪的所在，请你莫见怪。文华是纯粹要退婚的，也是另外要娶别人。阮也无爱隐瞒你啦，文华又讲要娶秋萍。王秋萍，文华要娶王秋萍，我来7点，我绝对唔。失去的我感谢天地倾诉予我有一个，是缘分命运，天怎样安排阮？文华要娶王秋萍，我来7点，我绝对唔。丽玲，阿爸，阿姆讲了无毋对，我已经袂生啊，我无资格害伊等甲当后事。搁再讲，文华根本就无爱我，伊爱的人是秋萍。阿伯，请恁替我祝福伊。丽玲。你伫天顶好无？你敢有看到志强？你爱好好照顾伊。阿爸，为着替咱王家报仇，我已经答应嫁文华。我的目的就是要有蔡丽玲通过，伊若通过，错面向伊就歹过，我还阁想办法，慢慢来对付伊。阿爸，若你到这条无熟的路，若行落去，我都无法度回头啊！啊，不过我无管遐济，我到一个想法，就是要替恁报仇。阿爸，秋萍，秋萍，秋萍，你哪里伤心啊？无啦，我是
是咧甲爸讲，我已经答应你的求婚啊啦。那呢，我嘛有一个好消息要甲你讲啊。什么好消息？阮阿爸甲阮阿母哦，已经答应咱的婚事啊啦。伊叫我紧准备，吼，将你带入门啊。这你也记了？秋萍，对啦，啊，你个娶小姐，毋是还阁有婚礼哦？一定解决啊！阮阿爸甲阮阿母哦，专工赶去高雄因厝，就是要讲咱结婚的代志啦。而且丽玲哦，一定亲嘴答应要解除婚约啊咧。有好啊，等咱结婚了后，你带我离开这好无？离开这？是啦，我是你遮大汉的，这对我来讲，有足济的怀念。啊，不过这个过去，互我足痛苦的。我嘛无一直想要生活伫遮，所以我想要有一个生活，有一个新的环境。母华，你讲好无？秋萍，你的心情我了解啦，你无讲我嘛应该替你想着啊，真实的啦，我竟然无去爱想着，还搁你开嘴。那呢，你是答应啊？当然嘛答应啊，只是对村长尾后较歹势啦。伊真无简单，才来一个医生，无想看无偌久，不但我家己要走，还搁我甲原来护士斗阵带走啦。惠弟，这几年来，无医生嘛是共款安尼。啊无，我来去找阮同学，甲学弟看有人要来无？因若知我伫咧遮带着像你安尼的某，伊一定小钱要来啦。当然，什么代志？无你代志。当然，我知你是为着当家来替阮的代志咧生气啊。我安尼拼死命伫维护伊，最后咧，是命到伊竟然家己来放弃甲文化这婚约，真正让我气死。其实啦，小姐嘛有伊的苦衷啦。本来听讲王秋平对阮嘛无啥物意思，想袂到这中间的代志变化真紧。对啊，我哪无想起这点？王秋平即马甲高主任伫斗阵，当初伊来救我时阵，高主任阁陪伊伫身躯边伫淋大雨，有一点可见伊的交情真深的。才无偌久啦尔，哪会讲话变就变？我讲这内面还阁有啥物蹊跷？我未变，是王秋平。伊条伊阁将文化手走，互丽玲重新来保护我，一定是安尼。哎，我带人甲王秋平警告一下。无效啦，代志若真正是安尼呢，用警告无效啦。我再讲这代志，让丽玲知影，伊警告无欢喜。安尼，我甲你亲身来去找伊，为着丽玲呢，我就是讲受到淡薄委屈，我也甘愿。我袂搁再丽玲受到任何刺激，丽玲愈艰苦，我心肝也愈痛苦。秋萍，你这招真厉害。阮哪无欢迎你？秋萍，我有话要甲你讲。我啥物会通讲？你走！秋萍，你也是开门，你想看卖？假使我强要入来，恁兜这气门，敢有法度阻挡我？有啥物话你讲？你要为我客气啊？有话你紧讲，讲你紧走。我惊，是要甲你讲你要叫文化代志，那是我的代志，甲你无关系。你毋通袂记，文化本来是我的囝婿呢。干嘛呢？
因后在条，叫伊转去做你囝婿，你找我要创啥？秋萍，我知你甲高主任的感情真深，你无可能化变突变，这其中一定有原因的。当然无原因，这原因就是文化有诶，主任一项拢无。换做你是我，你嘛选择文化。不是，你无得稳我，我知这不是你的理由，你凭啥物讲这毋是我的理由？因为你真正的理由，你是要保护我，所以你挑起告要教育文化，互丽玲伤心，互我感觉到。那是你想的。敢讲，这毋是你所想的。你要安怎想，迄是你的代志。我要安怎想，无干你的代志。秋萍，我求你离开文化好无？我做袂到。当初我入的时阵，你嘛是共款。我知你真怨恨我，要不丽玲伊是无辜的啊。你无辜，敢讲我一个月就该死是无？秋萍，我希望你同情一下丽玲咧。丽玲即摆已经变到安尼啊！变安怎？伊若变安怎？至少伊要好好活伫世间。不过，阮兜的人，阮兜的人只好甲剩我一个人。伊敢有需要同情？我比佮较需要同情。秋萍，要无安尼啦，我这市场现日支票300万，我相信这个数目会当互你过一个无忧无愁的生活。算我是我报偿你，我希望你手势也较悬的，莫搁再为了丽玲好无？ 300万买3条性命，另外是人命是无价，甲你走一个人，我无稀罕。王秋萍，我甲你讲哦，你唔通逼我，有道理，我什么人就做出来。我嘛是共款。失去的我感谢天地，倾诉予我有一个是缘分命运，天怎样安排阮？好溜啊！你有够无自由的，你足可怜，逐天哦，拢用怪去食，我都无共，我你遮大风无雨哦，头家拢唔知影。你想我头家拢唔知影，你创啥？工作唔做来，再做啥？头家，哪人啊？你遐面大？啊，你这好溜足肥的，啊，你拢食中药哦。你工作紧做啦。 1、2、3、4，2、3、4，3个人要再来一次，滚来，不要偷懒啦，不要喝咖啡呀，卖点生活溜啦，滚来，头家我有滚来哦。你若要多假啊，做人爱较骨力的。你这薪水，你一出来甲你扣啊无钱啊，你提转。啊，后摆较乖的，较骨力的。多谢哈。我看也无啦。头家我来走哦。来，来。 羞羞的，来，哎呦，这好像没见过完啦，哎呦喂啊！来啊，来，哦，那空球够歹，哦，来，我起来啦，起来啦，起来啊啦，起来要做啥？ 秋萍来啊！吼，讲到秋萍来啊，你就生气啊吼！大个，你莫安尼啦，咱位朋友倒来高雄讲话话安尼，你逐工就啉饱困，困饱啉，安尼唔好啦！你以前个气魄咧，你为着秋萍，安尼唔好啦！世界的查某拢死了了哟！你莫讲都讲着伊啊！好，我莫讲。大个，你毋是答应院长，
今日要提钱去弟弟妹妹夹菜。对哦。我搁较面单吼，我嘛去今趁一寡，你看。你是要互院长的呢？说我甲你招会使哩，哈？你莫安尼讲啦，钱以前就是我的，就是你的，你的就是我的啊。这钱吼，你要做啥拢会使啦，袂使去买烧酒哦。你啰嗦哦！大个莫搁啉烧酒啦，你甲酒人忙，我有啥好？大个莫啉啊啦，大个，你搁啉落哦，叫扣角啊啦！袂用，我的车批吼，我传你爸啊，传你母啊，叫伊来好好甲骂者啦。春花啊，唔是你要嫁啦，免装遐水啦，紧的啦，敢要袂赴啊啦？我若真正搁嫁，你就烦恼啊啦！来啊啦，一直吹，较紧的。来啊啦，啊你咧吹咧吹啥你啦？装甲来，我早朴素就考掉，你装遐久。你若讲安尼，世上嘛爱装个好势啊！今仔日是秋萍要嫁翁呢，啊，咱算是个客老爸客老母，是女方的主婚人。啊，人迄男方遐好个，咱免装一个，甲人拼一个哟。人讲输人毋输阵，输阵你着歹看面。别，你好管我，啊，这嘛同款。同款啥？同款水，我无讲你歹。你搁讲我就不爱去。哦，莫讲。村长啊，村长啊，啊，不是要你买头，你还在创啊？我刚刚收到侯六寄来的一封信，我看了以后我很担心啊。侯六，那车飞来要创啥？村长伯啊，村长母啊，代志大条啊啦！阵来哦，自从过咸水回来了哦，都亲像跳盐水死过咸鱼仔堡，一尾死硬的，一点仔活力都无啦。逐工吼啉甲醉茫茫，敢若一个活死人咧。你紧来救命哦，侯六。用偌贵个啦？你敢会唔对哈？这款所在哪有可能有人住啦？对啊，错。一个现足歹呢。有人伫个无？俊男啊，俊男嘛。满猪仔拢无咧洗呢。俊男啊，俊男嘛。有人伫个无？俊男，俊男，在倒位？俊，哎呦，啊你俊男嘛，俊男，起来啦，俊男嘛，我传长嘛啦，紧起来啦，哎呦，啊你来去看到这个所在啦。来，俊男啊酒啉啊济，哎呦，莫怪臭酒现。你哪来？你哪会安尼啦？安尼变干的啦？哎，俊男啊，阮就要来参加秋萍的婚礼啦。不是啊，好，你要下批叫阮来看你啦。嘿啦。俊男呐，你怎么会变成这个德性啊？这哪像以前那个天不怕地不怕、浑身是劲的小伙子呢？就是妹，你一个当的男子汉呢，啊哪通为着一个查某来变到这款的模样，安尼袂看口的啦。世间都不是干像秋萍一个查某囡仔尔讲，查甫人若要振作，事业做好些，查囡仔搁较济嘛有。好了，不要喝了啦！俊男呐，你这个没有出息的东西，你看看老王我，打了一辈子光棍也没有死人呐，你为了一个秋萍就变成这个德性，你真是丢人呐！别安尼啦，我做袂到啦嘛。不然按时讲离开你啊，我就会甲伊放袂。不过我真正做袂到，我做袂到。好，你要自生自灭，那你就自生自灭吧。纯丁啊，这个没有出息的东西，我们不要管他死活。老王啊，我老王啊，就看不起一个人变成这个死样子。我们赶快走吧，再不走啊，就来不及他结婚典礼了。老王啊，莫安尼啦。你们不走是吧？那我走了。老王啊，俊男啊，无怪老王气安尼啦，你就欠人妹妹。你一个查甫囝吼，唔着爱事业为重，
一个查某囡仔啊，有钱免行去找无某啦，哈，身体保重较要紧，唔通互伊一世人乌有去，吼。哎呀，你唔好哭啦，吼，啊，到即摆吼时间有影真迫，阮赶紧要来参加秋萍的婚礼啦。你唔好哭啦，安尼我会唔甘啦。阮会找时间赶紧来找你，吼，阮会过来看你。啊，哎呦，家己顾好哈。这护理的也无伫啊，无咧甲你照顾你啦。你要保重呢，哈，有听无？啊，阮来去啊。今仔日秋萍要结婚啊！失去的我感谢天地倾诉，予我有一个爱，正是缘分命运，天怎样安排阮？丽丽，你请安尼水要去倒位？参加婚礼啊！我不准你去。阿爸，你唔去，迄是你的代志，但是请你莫主动我去。你搞小等下，丽丽，你家己走怎安尼啊？你要参加婚礼，你实在是……阿爸，根本就无人糟蹋我。你敢无感觉文华甲秋萍因两个人足速配？搁再讲，因两个是我的朋友，我要哪样无去参加婚礼呢？丽丽，小姐，来出来。来，海过来来。超等，听正红讲，你叫我来有啥好口要帮我谈呀？500万。伊要几套啊？较好看西装，甲家己呢，装一个较正样呢。超等，你是毋是会当先互我知影讲是啥物代志？啊，无这500万，这数目遮大，我会惊呢。我你替我去对付一个人。啥？郑大秋。大秋哦！超等诶，卖啦！迄大秋做人袂歹呢。我较早歹过的时候，人伊我足听我的。超等，卖安尼啦。海个，我知你即马真欠用钱，你是要叫这主强调性命无去，还是要摕点钱挑别个钱？超等诶，安尼啦，有话好啊，讲就好啊。哦，好啦，无我答应你就好啊嘛。安尼就对啊啦。哇，秋萍啊，你足水的呢！秋萍，你看爱好势无？紧紧，穿衫应该夹无好，夹较水的哦。新娘来到。来看新娘。足水哦。阿嫂，安那我啦，可要袂我咧？还不是去看俊男了吗？啊，俊男是安那样？阿嫂啊，俊男到底是安那呢？点点啦，你若好事上啦。暂时莫问这啦。春日伯啊，唔免惊我听啦，做恁讲袂要紧。讲起来都话头长啦。总讲一句，即摆俊男唔知影哪变干的呢？规日关喺房间仔底，唔出门唔吐痰，啉甲一个敢若酒鬼咧。春日伯啊，春天嘛，老王。啊，恭喜哦！春天嘛，多谢。秋萍，婚礼时间到。
蔡小姐，咱两个拢是相信的。现在陈文华和王秋平将要成亲，你们中间若是有人知道有什么妨碍，不可配合，就应该立刻说明。若此刻不说，就当永远闭口不说了。秋萍，祝你幸福。拢已经祝福过啊，你还无要走？这无啥物好留恋的啦。王秋平，你愿意嫁陈文华为妻，照着婚姻的誓约，与他一同度日吗？你愿意爱他、尊重他，终身忠贞不渝吗？秋萍，王秋平，你愿意吗？我愿意。陈文华，你愿意娶王秋平为妻，照着婚姻的誓约，与他一同度日吗？你愿意爱他、尊重他，终身忠贞不渝吗？我愿意。声声缘分，久久命运，恁两人相爱什么时阵？甘愿你解释，在考验阮，不愿听恁承认爱真情。这像爱也分，一个时阵情路无步。我只有认输的份，无欠可怜，无欠同情，我免你打算。若正是缘分命运，天怎样安排阮？是安怎？我安尼，敢有啥物心事？无啦，哪有啥物心事？你莫向袂讲。无就好啦，啊无较早晓。有啊，是的啦。不要紧啦，咱这新婚人啊，你一定还阁真袂习惯。啊无安尼啦，你困眠床顶，我来困椅仔就好啊。秋萍，你还袂准备要接受我进前，我绝对袂勉强你做你无想要做的代志。失去的我感谢天地倾诉予我有
啥哦？秋萍，秋萍，我毋是秋萍啊，你认唔着人啊？是嘞。哦。我哪会伫遮？你出车祸啊，乌多好经过，就送你来病院啊。出车祸？你是安那会救我？规气我死死的！你想要知影我是安怎要救你心？因为我唔知影你是一个遮尔软食的啦。蔡小姐，你安怎？我是对讲唔对啊！为着感情，你连性命拢会用无爱治啊！你这种人有啥物通好同情的？假使你若要去死，好啊，你去啊，我绝对袂阻挡你。我唔对啦，秋萍结婚，新郎唔是你，你心内真痛苦。啊那我咧，我甲文华早就订婚啊，文华结婚，新娘唔是我。我假使亲像你遐尔软食，我早就应该去死啊！坦白讲，我捌想过去死，也毋过后来我想清楚啊，我若真是死啊，文华敢会回心转意？就算讲伊会回心转意，我就已经死啊，佫有啥物意义咧？顶回受伤，我可能因为安尼，一世人就无法度生囡仔。为着阮阿爸，为着我家己，我还阁想要好好活落去。啊，那你咧？你受的伤害无比我阁较深，是安怎你无勇气活落去咧？听我的苦讲，莫阁死一啊，好好振作，好无？蔡小姐，我知影以后我应该安怎做，多谢你。哦好啊，有自阮的决定。哦好，再见。有诶。喂，你想啥想敢若失神失神？我咧想俊男啦，一个囡仔吼，啊，都飘撇飘撇，安尼目一个呢，即马见啊变甲遮落魄啦。对啊，一个好好人哪会变啊？一个说，哎呀，阿嫂，代志满，代志大条啊知啦，你较大才好无？安尼无大无才，安怎样？哎，嫂唔知啊，海鸡仔转来啦。海鸡啦，啊对，惨嘛，这个普龙宫毋是咧走路，安那会转来？一定是要来借钱的啦。哦，哇，但这个有借还毋捌还的啊。啊，迄借钱一个面啊，要甲讨钱佫一个面。就是顶下借迄条吼，一个要甲讨，啊毋嘛白敢若咧甲分的哦。金选唔对个对。后日对阿妈较袂麻烦。对，来，无你再甲讲，我说，唔好出去，你唔好出去。海鸡啦啦。啊，是你了，是啊你了。哎，我你，你。这来啊，搁带人。哦，这我助你啦。啊，我就今日做一寡单了吼，叫我斗起来。啊，请助理哦。对哦，有法电哦。哎，等，遐坐讲。哦。请坐。啊，来坐。哦，对。哎，请，好来，来，你唔得。啊，多谢。好，谢。搞勒索那来，做咩呢？这款洋酒哦，20几年，哦，足纯足芳。哇！哇，这包装真了的。来，是，这韩国新马高级的哦，我你保鲜的。食新马哦，我这食到到店，新马开带足大。哦，没啦，身体会用。来，布丁啊，这法国进口的化妆品，来，送你。有啊。有咯，你免人无的。多谢。哎，这。啊，这汤啊，适合嚼甜甜。我紧先后生啦。哎呀，老讲话啊你。遮久无看，啊你伫倒咧发展？树啊，
你无听人咧讲，去食嘛有3年的好运。我就是逮着机会，拄着贵人，我即摆咸鱼变身了呢。哟，我即摆哦，毋是几大间公司的董事长尔呢，世界各国迄什么游乐园我拢有投资呢。啊，安尼哦。我这回转来哦，就是要来咱这个所在，找一块较大片的土地，要来去海岛游乐园。哦，迄计划若成功哦，一年要赚几千万，凉哦。啊，赚几千万啊，讲凉啦。过千万的哦。哎呦。我咩事？哦，这边边安尼印个叭。什么呢？加拿大什么中华企业董事长啊，这谈袂完。搞，啊，你讲要转来遮吼，要做迄个海岛游乐园，啊，看唔看地看好势啊？啊，袂啦，啊，我离开遮久啊，即摆人面啥我拢无识啊，才要拜托树啊。哎呦，安尼你搞，找阮翁迄就透懂啊啦。咱遮逐项地头的拢熟，地斗伊拢上知。啊，当阮头前就一地啊，啊，我后壁遐嘛搁一地种大地啊。三番来讲啊，后壁偌大，迄别人的地啦你。你就叫伊牵狗啊就对啦，牵一把钱我。对。安尼真好，真好。当，海杰安怎讲？海杰来讲，一切按照计划进行，地大树甲红树花啊，无甲坏去。地大树，红春花，我差点要互恁呢。别看我目屎。冷冷的雨，亲像是无意义的闲话，唔通来压淡我的生活，我的一切该问的，其实你拢问过。关于爱情，甲人讨论只是假假，两字缘分啊，是最后的我的解释。失去的我感谢天地，倾诉予我有一个爱你的机会。得到的也已经真多，我不是最后你要选的迄个。冷冷的风吹来，我的心痛乱乱飞，一声再会吧，已经无缘做。失去的我感谢天地，倾诉予我有一个爱你的机会。得到的也已经真多，我不是最后你要选的迄个。冷冷的风吹来，我的心痛乱乱飞，一声再会吧，已经无缘做。伤多，心酸像雨水已经落地。依然是我家己的生活，请你相信，该想的其实我拢想过。关于爱情，感谢过去你的奉陪，一句真心话，谢天谢地。